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5.5是非有新的5类，更多寒天都会对北方许多受暖的南方传退。一个世界的5.5又皮又强，乱饱满。加工作做5.5村，经济价值韩国高。不过现在野生的5.5年时年变少，用此5.5路加个有发展。除大家各地的台湾西南部沿海，新竹周边的百里汇用此区，韩国係被台湾重要的5.5山體。又現正東北季風下南，被普清線受到影響，故所新竹的5.5山季又比南部加個早，睇假使韓國品質好，又加個有陽面，一年的產出由1億到1億5千萬元安多，人工係無金產業。新竹嘅橋港埔，夫婦管見吹，吹到車風車水，溫度暗帶，冷到變見準。不過兩區6、5個隔音，還係為漸地水調都做勢，直接出係6、7點鐘。伊嘅收成嘅季節就是剛短短啊，即只10外工啊安尼爾。你若過去了，游去伊就是個後冬啊啦，愛望明年啊啦。啊，你若講哦，收成了歹，你講煮細皮，我。你今年就洗盤有過，佫煞還佫摕錢啊，納飼料錢啊啦。見到嘅小富5輪嘅時期，5民族係當建築，上下所爭整一體5輪出為中國佬。要抬進前，你愛不斷的去爬起來看賣，看下它的收入差不多到哪裡。對對啊，天氣啦，重點是天氣啦。如果太熱啊，有時候完蛋啦。為蒙天時盤，天時係上向5輪品質最重要嘅眼睛。你說養豬，哇，今年價格不好，我可以再養大一點還是什麼？這個不一樣，這幾天就是要輸贏了啦。一斤如果1000塊，過手啊，剩個300-400塊。啊，如果再熟一點，去市場賣100多塊。比如說我們這一次烏魚是4斤半，它可能正常的話烏魚子可能要9兩到10兩，但是很多業者的話，他會怕過熟，所以可能是6兩。7兩這樣就採收了。首長之調出首長幾百個月，為數之前讓出府總係冇安冇路。真正暗時我早起3點就起來，真正唔敢困啊！抬一片魚啊，一窟魚啊，抬個20萬開銷咧。我懂，一年敢若靠1工爾咧，好歹度敢若看1工爾咧。像我昨天晚上睡差不多2、3個小時而已，對呀、就是因為我們要抽水。抽水要不能抽太乾，這樣那個準備作業蠻多的哦。就以我來講的話，像我今天的話就是差不多請差不多80個人。6、5、7、5、6、5輪包裝，大家各有各嘅條路嚟走。第一刀在這腮下，這裡。腮底下，魚鰭這邊第一刀，像這個就是最漂亮的，動態，橫的一刀，直的一刀。啊，煮景嘅會分大細皮啊，就有8兩起的啦，7兩下啊啦，啊，攏安尼分的。啊，即馬魚殼有哦，都包裝好，就迄個魚鰭的，攏會分幾個級，嘿。分大中小啦，還有次級品啦。我摸了烏魚子已經摸了快50年了，小時候就開始摸烏魚子了，45年。對，看就知道了，不要說摸。5輪嘅品質要結停嚟5子走出了個等級。成熟度夠熟的話，它會比較歡紅。啊，這個金黃色的是最頂級的，對。有啊，口感也是差很多啦。當然，過熟的話，Q 度比較沒有那麼 Q， 伊會較食到較鬆，較袂遐 Q。蔡必聰當年兩天都為到新竹收復5輪，30年來都強壯。新竹比較優勢一點，因為他們這邊靠海，那個水質都比較鹹度較好。
咱若细鼻的，就是咱办桌的咧用的；啊，较大鼻的，就是送礼。所以讲，阮用途足快。在我们新竹纬度比较高，冷风往往吹得到，冷风一吹下来，会促进这个乌鱼的卵巢的发育，这样长起来的这个乌鱼卵，特别的肥美。而且在这个地方以前是海中央，饮用海水非常的方便，水源供应充足。竹北富五荣区3小班，当年富5产量就16到18万枚，产区台州日记都日记5000万元。90%几的这个都是母乌鱼，所以说你可以想象，乌鱼卵，大概就有13、14万以上都没有问题。面挑千界办了昆虫吃起，系回补新身体。入水系准心理转去过后，挑蛤蟆其实主要都系有下供介。在最早之前，我们是养虾子，各位知道虾子在这个民国60、70年代，达到最高峰以后，就逐渐的走下坡。那我们经过多年的尝试，发觉还是养乌鱼，这个乌鱼的经济效益最高。对5在个会是休题目为3天长做的流浪，为休是莫很贵，会动入性。以前养的话，就是自然环境比较好，就是现在越来就是气候因素啦，或是说鱼池也会老化，就是说最近差不多5年，就是有科技，就生物科技它比较发达，然后有发展出那个就是那个活境，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活境养殖这样。混养一些虾子啊，或者是昂吉妈这一类的达到一个生态平衡。因为乌鱼没有吃完的饵料，这一些虾子啊，其他的鱼种会去把它吃掉，这样的池水就不容易变坏了。见到就好修改时期，当到地中改民主，还袂当来买鱼肉。你啊，较迟啊，早前咱留去落该啊。下落3摆的下。一好水该啊，就该较太条啦，早上啊细条啦，系啊。还得供拎来啊，几粒鱼穿好色，当好色，真个比是香在下边的，春天穿好色，所以今日大家朋友找人来买，系啊。唔係。5度6個塊，細心細緻，留出5卵，就唔得種難題。後小街處理廠時，寒冬多都唔好做。啲料嘅時陣有得會做出來嘅，做出來是那個細腸咧，撈去擠落去，冇是擠唔落去是撈去割體啦，個有血筋嘛，血筋係撈去割腸咧，係唔會看到按折。割腸咧曬起來下袂下漿啊！毋過割腸腸有人講嘅，嗰係按到假嘅，割腸腸做咪做唔得。全外手工來做，機器台唔得。是東北季風來嘅時節，日頭有日頭，當好嘅日頭差唔多有一禮拜，是拿出來推便。露鹽、露火樣風曬啊！按不透時來收起來，紮扁扁的呢哈。後續的動作還很多了，一片烏魚子要做到送到消費者的口上要經過50次。一般講到不5字，大家單單會想到西南鋪嘅回旋體系，新竹運用嘅老人比喏。我们现在就標榜那个我们新竹九降風烏魚子啊，我们这边晒九降風来，那个冷干那个口感会比较好。像新竹很多像米粉啦柿子啦这一些都是靠我们这有九降風。在这个台湾的乌鱼养殖的话，在南部的话，可能民国30、40年就已经有人从事养殖了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大概民国80年左右才开始大量的这个养殖乌鱼。当然，我们朝向这个比较高品质的这个养殖，朝向无毒的养殖方式。像我们现在虽然说都是采收母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要吃变性饲料了，完全改用这个筛选的方式。你如果说直接像以今天来讲卖给厂商的话，都没有什么利润，因为大家都算过了，利润很薄。
啊，像我的话，因为我已经打出自己的品牌了哈。你给我变出一个嘛？是有人给这个。这几牛，几牛？几牛？高牛。我这几苗有当。有做生的哩。举办中全府台体持接落5輪買本法呢，唔過風前府當年獨留舉辦下來，強硬推廣來做不五子，自家大品牌自家買，其還當對南浦強師傅來落5因为我们是现抓起来的，有这块麸肉很新鲜，而且要在做乌鱼子的过程比较方便一点，不用再绑绳子，就直接可以直接去腌制、压制，再曝晒这样子，所以很方便，北部这个地方他们比较不会割这一块麸肉，所以我们是专门在割这块麸肉了，所以他们会请我们上来帮他们的忙。舉辦人單單有3年下到，風前府雖係有時間，結果係用地順下高，不過風險相對也很難高。如果說我們養3年，它大概是7兩左右，啊，我們養4年的話，可能如果說正常的話，應該是會近2兩半，哦，或是到3兩這樣，哦，第3年到第4年哦，可能會有100多塊的利潤這樣。小夫哥只是白天都會看顧好，5年都唔敢走人。整天都在於是這樣，像以我個人的話，就是6、7年沒有到外縣市這樣，對，因為有時候會停電，停電的話就是我們要開發電機。做人哦，是拜託人讓看一下樣嘅啦，冇做唔得，做啲沒人做嘅事情。做不五子後市後果冇人貴，唔是講世界風水也會講究。米酒起那。差不多200cc 左右啊，那个就煮滚了以后转中小火，乌鱼子那个真空袋剪开，再下锅啊，中小火就焯1-20秒换一次面，1-20秒换一次面，重复焯3分钟、4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用米酒來煮，還係有特別嘅味水。一般烤的它只是表面，它表面會有那個泡泡，有沒有哈？啊。剛入口會很香，可是它裡面是沒有溫度的。我教客人這樣用酒煮，它裡面有溫度，也類似有殺菌的作用。這樣。唔但強切到一片來食，把了苦特別推翻胡歌嘅重要身體，上小半種各種補，為都會推廣胡歌，還安排嚟各種料理，為民眾提到身體，廚師嚟到胡歌嘅好味水。乌鱼3宝哦，就是用了这个乌鱼香辣酱，哦，用这个乌鱼干，哦，鱼叶干，哦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乌鱼子，哈，下去呈现这个，把所有的乌鱼的全身的这个部分几乎吃掉一半了。是啊，是蛮特殊的，把它变成有点像西式的啊，这也是蛮有创意的。有面包的香啊，还有那个乌鱼子的特殊的那个口味，真的就是。吃起来蛮別致的。要出用风景不五派，是得出5肉就给7天嘞。片肉片下来以后，稍微抹盐腌制个5到20分钟都可以然后加一点姜黄，做点色，因为做起来金黄色的非常漂亮，尤其在这个时令季节吃这个最对味了。竹北那边肉的乌鱼酒奶。是咯，當軟當好食當正菜。高雄部結合用全老遊客來提醒5入3次。在我們北台灣，有的是消費人口，尤其像我們今天來的客人，很多都是這個竹科園區的。不但說養這個品質好的烏魚，我們也朝向這個休閒這個2個字來發展。把了空中之氣，台中有60公頃案發，讓政府個見率減少，帶動內容群業嘅發展。專為新竹還有特別嘅光風，無五子實現率很難好事，容區附加3萬個用多種嘅風水率建議，提醒容區技術為3年升級，為下當年底新竹亞洲5個3年。